早，我是许丽玲，欢迎大家准时伫9点半的时间，明路向下来收看下个清新闻的直播。今边呢，我来关心一个疫情呢，而且会夹对亚报纸的内页含个头条向下来看。现在乡亲朋友来看到一个是苹果日报，苹果日报呢，今边我研到其的地位度，差不多呢伫 A4 的时间，先来看到亚种太种的图，也是。指挥官陈时中，佢可以用手面味道抹街呢？来看到啊，陈时中佢筹备拿的一张卡片，韩国呢也2只当地人写嘅人工诶，人工诶呢係一個聲音呢基本指揮中心嘅前工诶。韓國呢，佢就看到一張卡片呢可以用手面，呢度寫嘅乜嘅，夾，但鄉親朋友咪嚟看下地位度，也嘅聲音呢會監察指揮中心嘅地位度嘅內文。佢先講到按辛苦嘅阿中鋪裝唔好，佢係抹沙係兩姊妹。當然都會喺新聞當中看到，也就報出清醒嘅疫情內容，係大家唔是按緊張。故所有兩姊妹講啊，實在當感通，什麼指揮中心按太承認，為到大家按什麼按辛苦。韓國記有兩姊妹實在親神氣，佢講俺們媽媽唔用當年都啲天使當中唔是了係。家哋位媽媽講，因為人哋當辛苦，而為到大家防疫，故所呢嫌大家2年的時間還唔好出去攞杯，而留頭木卡地度。雖然講兩姊妹當上愛出去留了，唔過呢還係當乖要談話留啲木卡地度，故所呢希望疫情夾離開，按呢家哋就做得歡喜嘅出去留了嘅。下尾一篇就係兩姊妹講嘅，當地人寫嘅人工嘅係家哋心肝度嘅報韓國2隻前工誒，係希望同地位度真係要賭錢，1600、1800呢，希望同樣嘅心意送本指揮中心嘅按太稱嘅指揮官員家到。故所呢，看到陳時中佢籌備，知道當文獻新安度佢講當小暖，唔過佢還係講愛同2隻前工誒，地度嘅錢韓國清明呢前工誒，咪萬多轉去本2姊妹。籌備呢，一個指揮官啲記者會當中就講到，2姊妹唔是按手誒，因為殺下來大家做得出去了，卻因為國內嘅疫情分下來。睇睇出來看到嘅係自由時報一篇講陳時中籌備當歡喜，因為呢係連登306人都冇新增加確診病例，故所呢看到地位度一篇有市場表，有300呢國內都係連登6人冇新增加確診病例，故所大家咪當關心講，100係第300嘅，係第3隻關卡，也就係5月初8，一直到籌備5月13，連登第300國內冇新增加確診病例係連登6人，故所呢前200差唔多啲第7人嘅時間，國內要為新增加1隻，標出一個新嘅確診。基本呢為新增加冇，就像鄉親朋友聽到下個清新聞下晝2點繼續來看。一篇講陳時中表示，聲音呢就同家下人看到嘅2姊妹強約做得出去了嘅。講關於疫情分下來呢要當到，比如講防疫嘅措施，韓國規範會變用冇，韓國國家請關心隔嘅邊境物嘅時節會解封，還有緊妙往來嘅問題，但鄉親朋友透過人嘅新聞報道來關心詳細地位。我可以讓最清楚下得的，指揮中心在個宣布基本國內冇新增加確診個案，國內最近30隻冇本土病例，部分係4840例確診，其他死亡。我們第一次有這樣的連續6天零確診，大概是2月10號到2月15號，然後4月6號到5月1號，那這一次又到了我們這樣的一次的關卡，那我想大家對這樣的一個防疫，大家都非常的努力。了報告中國查公案有仍然發現不可以讓這件突變出來提升30種嘅病毒株，其中最厲害嘅突變株係查公西班牙、意大利、韓國、美國、歐洲病嘅水控毒株發現，指揮中心講推翻本土確診個案冇增加，從未在國株變異。這樣的 RNA 病毒本來就會一直在做一些演化了。我們因為是從各個國家帶進來的，所以我們也是有各式各樣的一個變異的一個病毒在裡面。
那之后会不会继续演化？那我相信在其他国家持续的在传播当中，那它还是持续的会有一波一波的一个变化的。過年日前就下得嚟，就被中心也企圖保住先進法交通普了不個研究，為遲效送貼辭職錯沒發錯嘅檢定，香港做的唔是大做 MMO， 還有配合直播中心。大眾運輸哈，因為比較遠程的如果在假日啊，或者是說尖峰時間是人很多，我們還是認為說維持戴口罩哈，自由座這個部分我們可能會提早開放，或者是在配對這個位置的時候啊，就比較就是放寬一點。香港邊境馬上只會解除封鎖，恢復疫苗往來，除非個全市珠寶可能上啟動中可能嘅危機高，各國解除封鎖都有困難，除非中心研究開放疫苗往來，主要唔會考慮國家也係提點，會考慮公共政策疫苗發圖，係冇按規則，唔過會繼續討論。記者綜合報道。等疫情放下來嘅，大家還係愛記得咯，也嘅保持社交距離，係個平常嘅，而且會接細數，同亞種本地係防疫嘅，亞種按道規範，老其變做自家個人嘅生活習慣，也按呢，將係哦，接下來愛各位防疫新生活愛最多嘅素材，接下來聯合報。聯合報一篇頭版頭條嘅標題呢，寫定當道素材，蘇坤金都冇發出去，人發瘋。韓國呢政院行政院更加嘛，唔過地方實唔敢同一條錢發出去，就係講講哦，到時就係講有乜嘅政策為本人潛損失。韓國勞工紓困貸款為加碼50萬隻，因為看到10萬元的勞工紓困貸款哦，也下呢當多人去申請，故數呢強怕講也明年會唔拉。行政院籌備的親民一場嘅紓困記者會當過就宣布會加碼50萬隻申請明年。另外呢民生方面，民眾係講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，貸款還有信用卡也的費用呢，一般講的卡債做的申請較慢漲去高，而且呢親民做的戰後到年代也係圖按道素材，行政院籌備出來新宣布。韓國呢下個禮拜3就係5.2人誒，係蔡英文總統哦，佢愛連任嘅也嘅5.2人求職，故作籌備也嘅行政院就投親民100，也嘅行政院長蘇貞昌出來開記者會嘅時節，作為也動態嘅公布。另外，準備早晨行政院免會來進行總辭，針對亞條素材，其實接下來大家當關心嘅係蔡政府接下來針對物價嘅財經內閣，為換物價新嘅國人呢？大家怎麼期待？卻因為疫情過後，各界都當關心財經經濟也仲愛同佢變下去。繼續來看，一行政院呢，籌備就公布出紓困金額、韓國人數、現金的部分，也下已經發的488.67億元按到位。紓困有252萬3人，故屬於按太稱的人呢，都去申請。希望講一條錢，做得同大家受到疫情嘅情形呢，做得來救。唔過呢，地方上有乜嘅情形？一篇講到喎，宜蘭縣、新竹縣還有花蓮市，雖然講有接受按道嘅申請，唔過現時都忙同錢發出去。現時呢，就因為講自己愛審當難，更怕講接下來呢申請嘅文件同佢數多咗嚟過後，錢發出去，唔過親民才有政策。更怕為本人潛損失，好，接下來拗下來嘅位。全台灣多件呢，就有宜蘭縣、新竹縣、花蓮市都還忙發出辦先錢，要求呢，行政院一片就要求講，我相信民眾地方呢用書面來審查做得咧。故就咪看得到中央竟同一條錢按實忙同佢發出去，唔過地方方實係當強，唔敢輕踩亂發。台南嘅部分發放率清高，唔過呢地北度嘅數目是發出嚟幾多呢？差唔多像一上邊呢。好，詳細嘅內容，行政院籌備係講為乜嘅？其實呢，一個紓困貸款卻希望講銀行夾意思，自家銀行嘅情形同一條錢發出去。唔過呢，按多件嘅銀行，大家都講，講一條錢發出去之後，親民實拖唔進來。袁先生大名。
因疫情，行政院支出劳工10万元纾困贷款方案，本来开放50万个名额申请，4月30实施以来，将过2个礼拜，申请件数竟然超过54万件。从台湾受理案件1,000多个天然银行，最近加派几百个临时雇员停收办理。这些人力呢，一部分是从总行各部门来抽调，来支援我们的案件数多的分行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从外面呢找了临时的雇员，目前确实是有加班的状态。劳工纾困贷款利率1.845%，价钱天然还有政府停收补贴，所以当到民众申请。今日劳动部宣布国家开放50万个人申请，所需要的8.2亿利子成本对 TPP 算支出。我们继续加码50万个名额，供给劳工朋友来做紧急的周转之用。纾困贷款各增加1倍嘅名额，對勞工來講係好消息。不過，金融業公會私底下形容銀行業聽到消息話爆點，第一係前派行業要繼續加班，第二係行業也受力COVID前加出去少唔進來，未來更為本面對焦責任。其實大家是都忙翻了哈，特別是那個必須配合政府政策的那個官股銀行這個8大行庫，到底有沒有免責性的保證？好，那不然的話，大家這段時間這麼的疲累，然後事後又要被究責，我想這應該是我們的工會比較擔心的問題。勞工紓困貸款建議評分表只有2個欄位，有行業受理申請條件太過寬鬆，底下政府國加碼名額。工會建議外本基層行業適合面積小面，也呼籲加派人力收緊審核，嘗試加強基層行業嘅工時擔頭。記者王義戰情報日特別報道。疫情過後，愛紓困、愛振興，接下來有一波一波無窮用嘅集團當地嘅進行。今日來看到係《中國時報》，先來看到頭版頭條也按睇總嘅圖，也係內邊嘅，入邊係高雄市嘅六合夜市嘅上片，唔過看得到，但個係空落落嘅，看到動作中嘅燈呢，唔過鴉片嘅夜市嘅，也仲談嘅呢，係無人去交管，卻因為亞博嘅高雄市表示，受到疫情嘅影響，也到上片嘅食材哦，鴉片都無人去。地方方針對振興嘅食材當希望夾經濟做得更上來。中國時報關心嘅素材就係表示講，高雄市長韓國瑜籌備就宣布為投入同樣嘅5000萬元投入地方嘅振興。嗰度籌備嘅韓國瑜先來講嘅，地方嘅振興係參前中央，也係中國時報頭版嘅標題。下播一篇來看到，各地方政府從高雄市、台中市、台北新北一片呢，針對振興紓困都有無窮用嘅做法。高雄嘅建發局就講哦，也條5000萬元嘅振興方案，為托高雄以前嘅指揮中心解除嘅也下一級開始過後出來期盼，韓國見同相關單位韓國點嘅，共下來討論看按用嘅做乜嘅配套、乜嘅優惠嘅方案。韓國呢高雄見針對41隻公有嘅市場，韓國呢也條素材來進行租金減少一半，現時有4000人嘅。一個名額呢，有談呢，已經少數嘅660萬元呢。好，台中市紓困嘅部分，看到台中市呢係推出嘅紓困救濟金，包含上天嘅消費券，韓國房建稅會減少，娛樂稅、牌照稅也條就會減少，初步按算補助非常係減免呢，超過7000萬元。再過來的話，看到台北市講嘅乜嘢呢？台北市嘅副市長王珊珊佢講愛先有紓困，天然集團將會有振興。行政院嘅發言人講，地方方做嚟繼續來振興，繼續加碼。來看到新聞。多期工作申請紓困嘅民眾，仍然喺排到長長等等申請補助，或者一下有增加嘅次數來天數申請，民眾申請嘅流程就係那偏離嘅。文件上要填寫。有什麼不了解的，我們幫他指導，但是我們不幫他寫，就教他怎麼寫而已。手續現在有要重簡的啦，比較輕鬆一點。高雄市增加次工，總共100戶嘅人分散喺4位區公所，一日2班制來聽取民眾樣印下資料。一下疫情過地咧，唔過經濟還係冇過好。高雄市政府提出嚟代理貸款，最大禮拜單咩做生意，做得加50萬元，第一年唔是利息。是針對
不能够适用中央纾困的，由我们高银自己在针对新往来中小企业，我们贷款利率1.8%，信用贷款2.3%，到5月11号截止，我们贷款户数409户，总共贷出15亿多的一个金额。高雄市每将营业用的房屋税提加税对3%降到2%，娱乐税每提100公税的项目当中，另外行政院针对农民抗贷纾困，合乎资格的农民，还仲有农保农费的账户，全国总共有99万户，对12月开始分作3月陆续入账。拿原年的2輪項的農費來講，總共有8800個農民，13周時，農已經領到1萬元的補助誒。1萬塊是多多少少對農民有一些幫助了，嘿。講這濟嘛，無這濟，講這少嘛，無這少，啊，毋過是袂捌。原年中華甲醫院總共有31萬8千人人，第13已經領到紓困金誒。農費嘅提醒有司機做農，三無保險嘅，無就係做農睇農費無政府嘅民眾，6月底以前能做得來農費申請，記者綜合報道。武漢肺炎嘅疫情現時，到全世界確診人數有超過429例，數提嚟29萬條嘅人命。韓國呢，按照統計全世界嘅數據，對照按台灣現時係440例，錯比呢係連續6日都冇新增加確診病例。加上呢國際上韓國台灣嘅情形數漲太慢，有人就講台灣係唔係基建安全都冇問題嘅呢？其實咯，各界就明講接下來針對邊境愛開放，當到措施愛解禁嘅，會有當到嘅外國人客來到台灣，講是真係挑戰。今邊嘅客家新新聞，超多鴉片呢，什麼鄉親朋友嘅收看，下晝2點再飛。客家新新聞，客家 Live，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。我係陳彥祖，我係許麗玲。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。下晝2點愛開記者會，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景發展。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、網站、Facebook、Apple Telegram，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。